你就都抓去，唔系我来做，你就变做是猜嘅猜题，因为抓去有河山，因为抓去有河水。抓去做咧，睇你哋去看下心情，太上生活，轻声细语，轻轻踩踩，做咧前面都你大东西。你就都抓去，唔系我来做，你就变做是猜题，因为抓去有河山，因为抓去有河水。抓去做咧，睇你哋去看下心情，太上生活，轻声细语，轻轻踩踩，做咧前面都你大东西。有某个东西得摕了嘛？规种的东西我完出啦，不过有一张用鸭尾标本跌摕的，例如一只。记唔起人崇拜张作华？唔忘记得哦。当然记得啦。专门挑用鸭的标本，其中上面唔可以办的册。唔弄伫迄种啥物啊？无注意，我爸有其中啥用件嘛？迄唔能出声啊！我想到诶，小慧大部分较好啊。叫讲到有鸭诶。你讲小慧转头。怎么了？好美哦！乌嘎咪嘛乌咪咪咪啊啊哇哇，隔壁的乌马达爱米多伦，耶稣萨玛耶稣萨玛，乌嘎咪嘛乌咪，咪不得乌嘎咪。Wawa isu ukami maumi mimi wawa kapita umata amitulun Yesus sama ukami maumi liputaku kami wawa isu ta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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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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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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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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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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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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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ơn mình ma ơi mình ai à wa wa mẹ ai mama 很好，但是哦，乌嘎呢马恩明那明明爱啊哇哇，明
康介、何やってんのその持ち出して。しなさい。そんなにお母さんが会いたかったらな、俺が死んでからにしろ。なんだそんなもの持ち出して。分かったな。腐ったれ那邊670年代吼，有大導演然後用亞美做去做標本。但係版可能都是原生種啊，因為一般人喊得來了，像有一些原住民地聽聽。小慧，你唔會第二樣嘅地方？但是帶佢來過啊，我聽說吼，提了比前面都記。哎，你做什麼？冇啦，冇用。少人用，特別一劫就要跌倒。我哋嗌啲啲船料做地冷。冇小意好冇？你阿丁係從細路安尼啊？啲前面聽聽啦。看年輕情況啦，你做冇提料嗎？誒，喂，真係有人來過嘅，唔該啦。真的，那蝴蝶館叫樣嘅一樣。嗯。叫阿姨啊，我聽說很早就叫到。你剛剛在幹嘛？怪怪的。抱歉，我只是刚好在想一些重要的事。那你想起什么？一點點。關於什麼？不是很清楚。慢吃啦，你就慢慢想啊。你要不要喝什麼？哦，不用。弟弟。嗯。今年第8世度推動其他係一部 MV 先兆太爽，經過佢哋嘅比賽之後，冠軍總算係初步熱上升咧。因為韓語嘅先兆係類似推動動體，喺啲嘅同各種3年生嘅中文會同學。他叫我的名字，是我，第一名，第一名啊！香港是前來嘅，目前佢才會隨相安，你基本情況喺第二度。小慧，小慧，你下来，先听我讲好不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啊！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不要过来！
这几天我有对你怎么样吗？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对我下手？我还需要等吗？这几天我们几乎都在一起，带我最幸福的是你，带我跑来跑去的也是你，你还害我变成嫌疑犯。你本来就是嫌疑犯，你还性侵害少女哎！だから違うっつってんじゃねえかよ。新闻都这样写了，你还说没有？当たり前だよ。はめられたんだって。なんで信じねえんだよ。那你为什么要来台湾？いやだからそれは。我现在说了你，你会相信吗？我到台湾是想找到我母亲。我的母亲是台东幸福人，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跟我母亲离婚，带我离开台湾。回日本后，我的父亲就断绝与母亲有关的所有的消息，我也没有再跟他联络过。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找你母亲？巡回演唱快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过世了。我知道他的死讯，才发现我一直想回来。那性侵害的事呢？我承认，那本来是你请我约，这种事并不奇怪，只是那天刚好什么都没来得及发生。もの長崎は今日も雨だった違う成田よ隣そうはいはい、ここねよし、マサイあ俺を信じてください。絶対国際的なスターにさせるつもりから。俺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いいな。はい。あ、大丈夫？じゃあゆっくり。は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
探し求めて飲んで酔いしれる。誰ですか？ここで何言ってんの？まあどうでもいいけどね、答えなくてもいいけどさ。かわいいじゃん。寝てるなさいお母さん。俺だけどどうしたの？実はね、お父さんのことなんです。知道吗？他这2年慢性支气管炎都一直没有改善，就在你コンサートツアーの準備期間に不小心有染上感冒。感冒？医者からも風邪には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われてたんじゃねえの？何やってんだよ。我父さん脾气又倔强，生了病还到处乱跑，还到山上去。结果那几天病情控制不下来，感染了呼吸管炎，就死掉了。死んだ？就在那个やつらの時。何個やって？1週間も経ってんじゃねえかよ。なんで教えてくんねえんだよ。爸爸交代，就不要跟你讲，因为你刚好是在控他的职啊。他希望说你在歌坛有一点成就，他不希望说就因为他的死而影响到你这次的コンサート。なんだよそれ。なんだよそれ。ふざけんな。なんだよ。気持ちよくわかる。至于说我已经汇钱给你義理のお母さん跟你妹さん，他们已经帮你的豆上办后事了，而且他们还打电话来说，他们已经送完豆上的最后一层。他走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安详，我也觉得孤单。俺最後までのけ者じゃ。豆さん、マサヤのためじゃない。何が俺のためだっつんだよ。コンサートさ、俺たった一人の息子じゃん。俺たった一人の息子なんだよ。気持ちよくわかる。仕事なんてどうでもいいんだよ。勝手に行くんじゃねえよ。よしどうぞ。触んじゃねえよ。出てけよ。
父亲的死去，我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愤怒。他让我过了20多年没有母亲的日子，而他对我的忽视跟冷漠，让我连父亲的存在感都没有。他就这样死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很想找到我母亲。我没有多加思考，直接到机场买了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3个小时后，我人就在台湾了。新闻为什么那样写啊？我也真的不知道。在飞机起飞之前，我接到经纪人的电话，说我房间里的那个女孩刚报了警。我请他帮我处理，之后就关机了。没想到事件会这样闹大，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未成年。所以，你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谁会在那种刚刚知道父亲死去的情绪下做出什么？对不起哦。我不知道你父亲的事情。我连最后他一面都没有看到。我来台湾是想用我的方式帮他举行葬礼，或许失去了父亲会让我更想找到我母亲。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那种孤单的感觉很难受啊。原来是这样。我误会你了。现在的我很幸福，因为我有麻木，还有妈妈。牙叶，你不要担心啦，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我也这么希望啊。可是，我连他住在哪里都不知道，竟然就这样跑来。没关系啊，幸福里又不是很大。问一下我们部落的老人家。你妈妈的名字，他们应该会知道吧？对不起，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好像就有点难找哎。然后还有，你刚刚唱的那首歌。应该不是中文歌吧？印象中，我母亲好像常常唱给我听。
我刚刚唱的那一首是我们阿美族的摇篮曲，我妈母在我小时候常常唱给我听。你说，你妈妈小时候有唱给你听过？嗯。那你妈不会是阿美族的吧？这我不确定。哦，维娜是不是阿美族语？对啊，维娜是我们妈妈的意思。哎，周周，周周，怎么样？各位，你找到？没有，不过我确定他们去过，可是已经离开了。哎呦，这两个干嘛一直躲着我们啊？你们上去蝴蝶蜜巢的时候，是从龙田村入山的吗？对。龙田村是离蝴蝶蜜巢最近的入山口。最近的入山口。首长，我听说龙田村以前在早期日本的移民村，是不是？是啊，在日据时代，有一些人啊，他是专门的技术人才，像农耕啊、水利的，他们就留下来了。战争结束后就回去了。还有一些就是娶了台湾老婆，然后可是人不多啊。你们在干嘛？我大概知道月行衙也这次来台湾会去哪里。这么幸福，他们应该是沿着浊水溪这边过来。哎，太吉嘎，啊，长老，我们这一次啊，从日本得到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涉嫌诱拐小慧的日本人啊，他其实是我们台东县出生的。那我们推判应该是龙田移民村的后代，他的妈妈甚至可能是我们幸福里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判断呢，他很有可能会带着小慧呢，就回到龙田。啊，你让你请好不？好啊，好啊，你请好不？好，老师，哎，他是讲不是紧哈，让心一下，当然讲嘛，哈。俩哈呢，他是讲就暗数的，他是讲没底啊。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龙田村的范围很大啦，这一次又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呢，所以我们分局的侦查队也不方便来介入啦。那我们找小慧的这件事情呢，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哦，有力出力。再跟他合作的。哎，一步。那你这边，绝对配合你们警方全力的配合支持啊！啊，好，谢谢。安尼咁友好啊！以前係喺新福利嘅十字路口嘅店，因得來店唔多，錢也唔多，安尼咁友好。还是啊，学长心意他也常来供啊。我们之前因为彼此在合作上有一些误会，所以产生了一些大家互相不信任的状况。但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也很关心小慧，好，所以我们先把负面的情绪放下来，大家互相信任，一起来找，这样事情才做得好，对不对？好。谢谢大家。为了小慧这个孩子，让大家费心了。各位乡亲，谢谢大家，帮我，大家合作的情嘛，再帮我，谢谢。大家合作的情嘛。喂，阿姨，甲顾纪小慧。好，纪小慧去煞哈？伊这个算的小慧，有算有去问伊，明仔有去帮技术，啥小慧属你奈哈？没有啦，我是去参加歌唱比赛啦。哦，嘛两个规定来 TV，
萨卡子在技术啥呢？小慧，把我感应公民说的奖杯办能干咩？我也没有看到啊。那我问你哦，你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幸福里有没有感应嫁给日本人？小慧啦，小慧，很小慧。哦，有啦，小慧，有。伊来都嘛定来过来这个幸福里喊了呢，但是伊在都龙田村长了安妮妮小慧。龙田村有住过日本人哦。龙田村那边的，一到龙田村，你来龙田村哪边呢？嗨，阿鲁曼呐，伊来过爱，伊来过阿妹，是吧？呢都日本。没得这个说对你啥比嘛算你小慧。我要找人呢。怎么刚刚你的阿吉？就是一个。嫁给日本人，然后又离婚的感应嘛。哦，那麻烦了，是对你还小慧好。你真姑妈妈一说，都妈母一说，还麻烦了，大弟呢小慧，还那边呢都过年。拜托你想一下啦，哈里根。我你妈你说给对你还没再给说对你呢。我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啊。好啦，阿姨，好像我自己想办法。还小慧，你妈可来说，搞紧都没弄改好，你今天买过阿鲁曼那个还小慧好。你电量沙点下是给偏款啦，吼，啊，电量沙了偏款，啊，记得8点钟联络一排，吼，时间记得，好。梁哦，梁，美术，梁，美丽水红哥哥，美丽水阿基，美丽，好爱呢。要找到什么办啊？这人嘛，我是小慧家的呢。伊拢阿姐古真好，我看你哋带了阿龙给你去小会员，啊，做咩？系，我龙马给你好，系，阿你那什么家里打电话就讲过，系，所以回收，我看你都你那啲咧，带了老多嘅，系，我来多啊，我来多给你们好，系，到。李东嘛，李六妹啊，哦。阿妹哦，嘿，来，这你哪知阮伫遮？无啦，我看你脚踏车咧外口，讲想讲你应该咧遮。哦，今天无闲咧。好啦，做一寡义务的工课啦。李东帮诶。哦，哇，啊，什么代志啊咧？无啦，有啲事情吼，想来问李东帮妹啊。哦，阿伯，啊，啥号的啦？要找你啦。李东帮妹。上班熬夜。无啦，我想有啲事情想问啦，可能啲嘅无限，你做呢冇？唔怕啦，哎呀，都闲下咧说，係阿公都坐定啦，坐定講啊。你又坐喺度講呢？啊，都有看冇嘛，個條路做啊，都加減種菜啊。對對。都閒啦，用辦下。啊，想問一下啦，你根本你小慧沒有打電話俾你。係啦，小慧打電話俾我咧，我就想感覺用乖小慧都打俾我咧。我哋下啲個想啊，然後小慧怪只有幾陣日本人哦，假咩咁有可能係咁意思啊？我想怕有可能咧，但係家庭都帶嘅龍田村嘅片啊，係啊，龍田村嘅咪有日本人，咪有阿米斯嘅帶啦，係啊，啊，但係阿米斯如果日本人較多啦。條擺係同多係冇？同多，阿咪始終得嘅，加半年，但係家庭有個洗照咧，反都退別啦，有個做年日本嘅嘛，做年日本嘅啦，係啊。好啦，幫妹，你上課那有較有印象嘅冇？哦，嗱講印象，係幾隻較有印象啦，幾隻有冇？我哋有隻親戚嘅姊妹嘛，加日本人啦。哎，唔知嘛咁樣去的。想講啊，有個什麼武器啊？嗰啲啊，武田呐，係錯，武田啊，都阿魯嘅啦。哦，講到迄阿魯哦，咱這莊仔咧上水嘅，到尾哦，都教育日本人，哦，規陣人起價，哦，有啦，阿魯我同個老頭目有講過啊，但係老頭目喺講。其實日本人怪這樣嘅。係啊，但係哦，家下哦，佢結婚哦，清風時咯，一當日本佢搶咧。但係以後都冇乜咁好咧，啊都加半日本人，啊，中意摘生意嚟啦，啊，跟日本人嘛唔知帶到現來，佢嘛唔知，
衣服上嘛，衣服上大。就是安尼啦，迄日本人吼，伊直想要等去日本发展，讲台湾发展无好。过来无吼，因都一直冤家，你知哦？你昨下拢咧冤家冤家。啊，尾啊，迄日本人怎啊转去哦？就转去啊。阿鲁伊敢有留咧食啊？哦，阿鲁的俩是含大鸦片，但迄无嘛个出来呢，真少出来，看到吼，那一摆看到去像真有足安尼啊。我甲你讲，到尾啊吼，煞破病死去噶。因翁啦，因囝拢无转来看伊，到尾一个人安尼哦，孤孤单单就死去啊。你莫别讲啦，过身去安尼。我讲是，今日食醋，我讲阿鲁，哦，你是有够水的。讲话。无啦，你顶壁啊。问者吼，啊，你敢有以早大个所在，伊个厝址敢还有？我画一张地条，互你看，你就知影。咱这信福里伫遮条，过来遮龙。看到人吗？没有嘞。你们那边有没有看到？没有。玻璃妹，喂，有看到冇？我来冇看到嘞，看下边嘅，冇嘞，都冇看到人。没有办呢？你有找到吗？没有。好嘞。警察很奇怪呢，跟着叫我们来这边不知道干嘛。哎，我个样都冇看到。好了，来转呢。好了，我们回家了。你在干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这样按一按，就舒服一点。可能要再按用力一点才有效吧。哦，是啊。哎啊，痛！你要杀人啊你，很痛哎！啊，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按了。有没有好一点？有，好多了，谢谢。我看我们早点出发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哎，不急吧？你多休息一天吧。你如果可以，就睡一觉吧。睡觉是最好的休息。可是我睡不着哎。牙野，你在日本是很有名的歌手哦，而且还开过世界巡回演唱会耶。你唱歌一定很好听哦，我都没有听你唱过，唱2句给我听嘛。有点难为情。拜托嘛。好。見上げてごらん夜の星を小さな星の小さな光がささやかな幸
这首歌好悲伤哦。就像之前跟你讲过，快乐会感染别人。同样的，只要发自内心，悲伤也能感染别人。所以这样难过，你在想什么？在想你妈妈。都有吧。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画面，我爸爸把我带上公车，我妈妈在后面追我们，我一直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唱歌就会想到这个画面。你既然那么想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回来找她？小时候，我一提到我妈妈，爸爸就生气。他几乎没有留下跟我妈妈有关的东西，连这条项链都是我偷偷保留下来的。我不喜欢被打，渐渐的不敢再想起我妈妈，更不要说来找她。难怪你会那么珍惜那条项链。雅野，我们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搞不好就可以找到你妈妈啦。你不要想这么多了啦。嗯。其实没有那么乐观，2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的消息。或许他早已经不在了，即使在，也可能有了新的家庭，或许根本不住在这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他的消息啊！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也希望是这样，即使不能找到我妈妈，就算能发现任何跟她有关的消息都好。我妈妈不是只有活在我的回忆里，而是真的存在过。
Yesus sama ugama ni.